係姐姐你好，你好，姐姐你叫乜嘢名啊？我叫 Sulas。係你今年幾多歲啊？我15歲，你結咗婚㗎啦係咪？我結咗婚，自己有幾多個小朋友啊？我2個小朋友，係佢哋幾多歲啊16歲同埋14歲， ？14、16歲。14歲。OK，姐姐你而家喺香港邊度做嘢啊我而家做嘢係 City One， ？City One 喺嗰度照顧幾多人啊？我照顧4個人， 4個人係先生太太啊？弟弟先生2個小朋友，小朋友幾多歲啊？小朋友都有3歲，一個都20歲。一個20歲，一個3歲。好啊。咁啊，再之前咧又喺邊度做嘢啊？我以前係天水圍，天水圍。係喺嗰度照顧幾多人㗎我照顧？5個人。 5個人，係先生太太。先生弟弟婆婆2個小朋友，哦，婆婆幾多歲啊婆婆都10歲， ？70歲。佢健康自己識行路㗎係咪啊？係啦。哦，咁另外2個小朋友又幾多歲啊？一個小朋友9歲，同埋12歲。 9歲同12歲。好啊。姐姐你識唔識煮飯㗎？我識煮飯，你識煮咩餸啊？我識煎魚，煎雞蛋，炒菜，炒飯，跟住煮飯，跟住有煲湯。煲湯炒菜都識啦，嗬？係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咁同先生太太講再見，拜拜啦，拜拜。拜拜。